三魚排呢隻鯪魚餅，犀利！呢隻好食喎，聽講。記住呢個牌子啦，OK。三魚排799嘅，黃花魚啊，呢隻靚，2款嘅。呢一隻又唔同，黃花魚。啊？我都冇錄到你。即係白飯魚，9蚊一磅，犀利犀利！天津小黃瓜啦，呢隻啦，好少見呢隻啫喎。牛角椒，哇，蝦牛角椒啦！台灣勝瓜、絲瓜，台灣絲瓜。哇！啲水茄咁犀利，紅石榴、黃色火龍果啦，嗰隻係紅肉火龍果，犀利啦！大陸淮山呢啲就大陸淮山啦。哦，呢隻咧叫做日本小南瓜，犀利啦！日本小南瓜啦，沙葛應該識啦。月棍淮山啊，日本淮山。呢啲咧牛蒡，犀利啦牛蒡。沙田柚啊，我睇大隻沙田柚。榴蓮王喎，咁大隻㗎真係，2蚊，2蚊磅。西大蒜喎，啲中國大蒜2款喎，呢隻可能就係西大蒜啦，鬼佬嗰啲蒜，呢一隻應該中國嗰隻蒜啦，個西大蒜，應該係呢隻啦，中國大蒜啊嘛，呢隻啊。呢一隻咧就鬼佬嗰隻叫西大蒜啦 ，OK， 白菜心咁樣嘅 ，OK， 菜心呢一隻咧就叫做上海菜心 ，OK， 呢一隻咧叫做奶油苗，兩個燒菜。上海菜嚟，上海菜啊 ，OK， 上海菜，呢啲都係啦，呢隻係大芥菜啦，哇，好犀利啊！上海苗，呢一隻上海菜苗，上，大葉嘅。大葉松好，呢隻大葉松好，呢一隻可能啊又唔同個松好咯喎，越南松好嘛，就越南松好嘅咩？越南松好，包菜心，包菜心，其實叫椰菜啊，真係。大個好多，大芥菜啦，大隻，頭先好似錄咗啦，芥菜咁啊，4嚿，白韭菜，割韭菜嗰啲啦嚇，俾我哋雜誌直割細韭菜，韭菜，蠔菇。蠔菇啊，就蠔菇、花菇，似啲花咁叫花菇，啦。黃子菇，夠晒大隻，黃子菇，夠晒大隻咧，黃子菇啦，黃子菇啊，呢隻叫做，
嚟咗隻唔識，叫羊角豆，其實叫秋葵啦，秋葵嚟嘅，黃韭黃啊，黃色嘅韭菜，叫韭黃。呢隻咧九層塔啦 ，OK 啦，九層塔。紅指天椒，紅色嘅指天椒，呢一隻青指天椒，青色嘅指天椒，椒都咁多隻，墨西哥椒，夠晒大隻墨西哥椒啦，墨西哥椒啦，犀利犀利 ，OK， ready check out 啦 ，OK， give me 1 minute。呢個叫 white mushroom，OK， 唔識噶嘛要學咯。呢個就 yellow mushroom 啦，學噶啦嘛。呢個咧就叫做珍珠菇，白色嘅。白色嘅珍珠菇。呢一隻咧叫做珍珠菇，就係棕色嘅。OK， 學噶啦嘛。呢隻咧叫做鮮菇，海鮮菇。海鮮菇，哇咁樣嘅。呢隻識啦啩，金針菇啊！呢隻真係叫金針菇啦，你話 ？OK， 四季豆，四季豆啊啦，雪豆就識啦，甜豆，點豆長好多，白色豆角，仲有白色嘅呢隻，哇！識啦啩？呢隻可能唔識，叫做 AA 菜心啊，紅好嗰個。呢個識啦啩？韭菜花嚟㗎呢個，韭菜花韭菜，韭菜花 ，OK。呢個識啦啩？長生菜啊嗱，唔係呃你㗎啦 ，OK， 真係叫長生菜啊！呢個係菠菜啦嗱，真係你唔識嘅啫大鑊，菠菜，菠菜，日本小番薯，細細粒嘅，呢隻咧。直情叫番薯啦，呢隻紫色洋葱，知道啩？紫色洋葱啊啦，呢就黃洋葱，黃色嘅 ，OK， 一袋裝嘅紫色洋葱喎，呢隻又唔同啦，紅葱頭。OK， 紅葱頭，細粒好多。番薯有大有細啊，頭先嗰啲細叫大，細嘅喺隔離，咁細條，大喺呢度。哎呀，夠晒大啦！日本小南瓜頭先好似整咗啦。紅葱頭啊嗱，頭先睇咗，睇清楚啲。紅葱頭細細粒嘅 ，OK。茨菇啦，茨菇 ，OK， 呢就茨，日本番薯咁嘅樣嘅 ，OK， 日本嘅番薯，馬蹄咧，唔使講，芋頭仔，小芋頭，青紅蘿蔔啦，呢啲唔使講啦，青嘅蘿蔔，正啊，青蘿蔔，正。